玉山国家公园内的鹿林山空气品质监测站会当测到看见的污染物，所以即马美国的 NASA 是正肯定咱台湾监测的水准，会甲环境部做伙来合作，伫鹿林山成立校正平台，将来会当把这个数字分享给国际。 伫玉山国家公园内底，雨伞包围的鹿林山空气品质测站，由环境部、科技部佮中央大学合作建立的。特殊性就是伊伫自由对流层有关山清气的大气背景，会当监测亚洲排出到太平洋的各种污染物。台湾的监测水准受到美国太空总署肯定，伫遮正式成立亚太 Aeronet 检校训练中心，和监测数字甲国际接起来。 到现在，卫星的应用非常的广泛哈，但是卫星在天空中飞过以后拍照，那出来做资料的解析，那用什么来做标准、做校正？那就需要这个太阳光度计，用地面的这些资料来做卫星它在演算的时候一个标准。会在成立仪式，各国代表包括美国太空总署总部计划管理代表拢来参加。环境部甲 NASA 已经累积合作有20年，这届鹿林山的设备会加入 NASA 气加辐射监测网，提供全球卫星观测比对验证。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在针对全球的空气污染的悬浮微粒做一个全球性的侦测，帮我们解决我们这个区域里面的长程输送的这些跨境污染的一些问题。 全球受 Aeronet 认证的室外校正平台，目前有夏威夷、佮西班牙的背景站。鹿林山是全球第3座，未来亚太国家相关的检校工作，拢会当甲台湾合作，为亚洲空气品质佮气候变迁监测做出贡献。记者林文国、高报 SNG 小组台北报道。